不要去讲宿命和奶奶，不要去讲宿命和奶奶。哇啦啦吉他，哇啦啦吉他，哇啦啦吉他，马拉斯在门面吉他，哇啦啦吉他，哇啦啦吉他，哇哇哇哇哇。不要去讲宿命和奶奶。原住民的郭富城啊，而且排场很大，谢谢各位 dancer 啦。真的，哎，今天很开心，署名来到我们这里，那请署名先用那个我们母语，对，跟大家问候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嘎嘎马布隆，其实名嘎古，大家好，我是署名。因为小妹才疏学浅，还是需要署名翻译一下。我听不太懂哎。那爱吼就是阿美族的你好。哦，爱吼，爱吼，哎，拿了爱之后，哦，拿爱吼，哦，所以就是大家好，哦。好，那大家又学到一课啦，真的。不过呢，署名来，我觉得真的还蛮开心的。你看现场气氛真的超级热烈的啦。对，而且刚刚我听起来就非常的嗨。真的。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蛮好奇的，就是今天排场很大，带舞群来，是部落的小朋友吗？对，都是部落的高中生。哎呦，很厉害哦。对，他们但高中生啊，所以未满18岁，大家对他们不要太严苛了，是不是？哦。但是我还蛮好奇的，因为刚刚这个舞蹈编排都是谁的族？就是我们有一个老师，星光老师在现场嘛，也是阿美族的。啊，真的？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听得懂母语吗？老师阿美族的啊，所以你讲法语，他可能听不懂。真的吗？老师好，讲英文也不听不懂。蛮厉害的啊！我们来这边不只是听到音乐的创作，也看到舞蹈的创作。对，就大家可能印象中原住民跳舞的都是比较传统的，或者是原住民唱母语都会比较古调的。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原住民活在当下，我觉得对古调，我觉得是一种复古。哦。但是对现代，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要注入新的生命进去。对，所以有融合原住民舞蹈动作也把街舞。对啊，好看，很厉害，真的。不过讲到舞蹈啦，真的，可是署名还是要聊到
音乐方面的人，音乐也很厉害啊，是不是？音乐的话，其实我以前都在玩乐团，到现在可能是开始接触到一些街舞，对，但是所以动作都一定要这样子，有点 hip hop 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台湾的街舞音乐可能都是放国外的，对，没有，我觉得比较少听到台湾，更何况是台湾的原住民音乐在街舞这件事情，我觉得根本是没有人在做，在支援。所以我就把这样的创作投入这样元素，很厉害，放到这个创作里，对不对？混搭还蛮厉害的。是啊，是啊，大家应该很关心，就是我知道祖明那时候发片呢，3个月瘦了8公斤，对，现在胖厉害，真的吗？所以现在还有在练身体吗？看不出来啊。现在用衣服遮起来。哦，不用，我觉得你太谦虚了啦。对，真的很谦虚。对啊。发片的这张封面专辑，大家应该都非常印象深刻。哇！偷偷问一下，到底有没有修过？那个是有花钱就是有修过。没有啦，还是很有料的啦。真的，但是要继续维持下去。对啊，毕竟那个身体的健康跟歌声歌喉也是有点影响哈，对不对？有影响。对啊，要训练一下自己的身体，对啊，一下体力。没错。那最后问一下索命好了，你的这个创作灵感啊，或是什么跟什么这样结合起来的灵感都哪里来？因为我觉得你很厉害，很有创意。其实我觉得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是我们都很追求一些。所以意思说你也很年轻。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梦想，可是后来发觉这些梦想都要透过创作的方式才能达到。啊，对。就是对我来讲，音乐创作反而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跟。没错。透过这样的创作，就觉得这样的音乐其实把我自己的背景跟文化跟母语结合起来。很棒。而且我觉得也是鼓励所有组里面的小朋友，音乐有热情，也可以朝你来看齐，对不对？我们看起去不用进来。啊，太严肃。那接下来是要给大家一些轻松的啦。对，今天来那个母语教学，要来唱母语。太好了。什么样的歌呢？很简单，听过阿美族的《我爱你》怎么说吗？没有哎。我爱你大家会讲吗？英文的会怎么讲？英文的 I love you。对，英文还不错。那日文呢？日文叫做 I stay you。我日文也还不错，谢谢。韩文叫做Sahe哦。你们都会嘛？但阿美族的不会。很简单，我讲一次给大家听，好，很实用的，有机会可以用到。阿美族的我爱你叫马乌拉海嘎布比苏阿难。怎么这么长啊？马乌拉海，然后嘞？动作来一次。马乌拉海嘎布比苏阿难。马乌拉海嘎布比苏阿难。应该这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我爱你最长的，真的，好好学一下。很浪漫，但是句子很长。如果你的亲爱的对方愿意听你把这句话讲完，代表他真的喜欢你。真的。一起，我这边有母语老师来一起教大家。马乌拉海，嘎固，比苏阿难，马乌拉海，嘎固，比苏阿难，连在一起了，马乌拉海，嘎固，比苏阿难，来。马乌拉海，嘎固，比苏阿难。没关系，那如果用唱的，可能就比较容易。掌声欢迎！索命，我爱你。要一起跟着唱哦，好不好？能够学习。好，一起摇吧。这是听音乐，好不好？不是在看电视哦，好不好？
这样的表演很特殊，因为平常我表演其实都比较像是乐团，然后自己用创作。当然以前都写比较多中文歌我觉得我的身份啊，就还是人总是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家。然后我自己也是，我就出生在东海岸，听过都兰没有？都兰，这是我的部落，都兰国小书包，听过没有？好像现在全国都买得到一样。以前我们都不是很害羞。不太好意思讲自己的出生地，那个以前的气氛还没有这么多元开放的时候，其实很害羞。那其实我的名字也很特别，我叫署命，阿美族的意思里面是木炭的意思。然后妈妈可能从小看到我黑黑的，就叫我叫木炭。小时候也很不喜欢自己为什么要叫木炭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其实女生的名字都比较好听，听过拔奈没有？拔奈就是美丽的稻穗，如意就是女神，女生的名字都好像都是神神话男生都是工具木炭小时候没办法理解为什么男生跟女生不一样，长大才知道阿美族是母系社会，所以女孩子的名字都会比较像是天象男生呢，因为我们是要嫁出去的嘛，父母亲担心我们男生嫁不出去，所以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在名字上面就赋予我们功能这样。我爸爸叫杂技，杂技的中文意思叫笨斗，所以我妈妈取了一个笨斗回去的。我叫木炭这样，就是这很有意思，但很多人不太了解。但是透过这样的了解，你看，就像你刚刚唱“我爱你”，有人讲日文、讲法文、讲英文会讲，可是不见得都会讲阿美族语。音节这么长，其实也是有意思的。当然，文化如果透过这样的交流，其实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跟想法。然后我今天带来一首比较特别的是，我很喜欢我自己的部落，我写了一首很像情歌的歌，可是是中文歌。这首歌叫做《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海风吹过，树影婆娑，歌声从来没有停过，快乐许多。
不知以后由谁带来问候，纷扰太多，呼啸而过，由我来保守。别在独蓝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手牵我，今天天气很好，喜欢好。海风吹过，树叶婆娑，歌声从来没有停过，快乐许多。不知以后由谁带来问候，纷扰太多，呼啸而过，由我来保守。别在独蓝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别在独蓝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对，我们那先请苏丽下来休息一下，对，擦擦汗，喝口水，谢谢。谢谢，待会还有精彩的演出。哇，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原创乐乐秀的音乐会是节目多么的精彩。